号称美食之都的台南，为了呈现400年来各种文化融合的特色美食，观光旅游局特别打造这台具有现代感的美食专车，车顶透过3D 科技加无感体验，相当逼真。加上巡回37区，结合在地产业加市集，更是一大焦点。其中吴伟霆嘛亲自开箱宣传，场面相当热热。那如果这个行动旅服车巡回到37区的时候，我们会再结合37区的特色美食市集，然后给大家一面体验行动车的各种视感的体验，再加上美食市集的无感直接吃的体验，那就可以让大家能够遍尝37区的美食，然后伴着行动旅服车去体验我们台南37区城市实力。台南美食早在顶有名声，会讲出名。这摆配合10月观光美食博览会，甲年底台南400盛宴，在地业者嘛拢热情响应。其中大园皇冠假日酒店特以台南沙白鱼为主题，推出蒲烧沙白鱼肚、小汉堡等限定的创意料理。以及这道有台南味，佮结合青米煮成饭，有广东滋味的鳝鱼砂锅饭。其中有一天嘛，一来做最后的收尾，并品尝见证。说到吃的实力啊，就是非常非常谢谢啊各位，尤其谢谢大园皇冠林总经理哦，能够一起共同携手，跟我们许许多多的同业一起来打造我们最好的这个实力。从9月1号开始，一直到年底美食巡回，以及10月11号登场的美食博览会，拢邀请大家好康到小报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